38岁艺人许维恩2017年11月和 Kate 林柏生分手，结束近5年的恋情。不过两人分开后仍经常被拍到有亲密互动，却始终不认复合。后来许维恩也被拍到和有大马高以翔封号的同门师弟吕瑞过从甚密，但双方都未承认。今天20日，许维恩罕见在脸书限时动态放闪，晒出一张他和吕瑞亲密贴脸合照，还作势亲吻的照片，被认为是认爱的前奏。许维恩20日在脸书限时动态上晒出一张和绯闻对象吕瑞的亲密合照，上方标注时间是2月16日。照片中，许维恩穿着黑色深 V 低胸礼服，辣度爆表，和吕瑞脸贴脸，甚至嘟嘴作势亲吻，看起来就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。被质疑难道是准备公开认爱？事实上，许维恩和 Kate 分手后就不断传出和吕瑞过从甚密的消息，两人先前甚至被拍到一起同回女方住处，直至深夜都没离开。不过吕瑞仅强调两人是生意上的伙伴，并指许维恩是他在台湾的恩人。